根据2022年统计，台湾新增加的宠物登记高达24万，对着宠物疼惜的亲像囡仔同款。水塘议员李宗麟接到民众တင်情，发现动物病院伫单纯陪伴甲带院治疗当中有相关的争议，所以特别选定国际宠物日之间，邀至相关单位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重视动物的医疗权甲生命照护。明确规范来保障双方权益。世界宠物日，那我们之前服务处先前接到一个服务案件，是事主将这个他的宠物放在这个动物医院，但是晚上呢却过世了，但是跟动物医院寻求这个理由跟这个监视的影带，但是却没有得到好的回复，所以我们今天开了这个记者会，我们是希望这些动物医院，然后必须要让我们的民众好好的来厘清说住宿跟住院之间的差别。那住院当然是比较高层次、高等级的。我们希望这些毛小孩呢，进到动物医院之后呢，在医疗方面呢，因为他们是住院，那他们就必须要得到比较好的、妥善的照顾。那我们的民众也必须去询问自己让毛小孩进驻的这个单位到底是住院还是住宿。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单位好好的定出规范，来厘清这些问题，避免往后的纠纷。岛内民众一旦面临相关的争议，透过消保官的平台来申诉甲调解，也是保障双方权益的必要手段。会建议可以向消保官提出申诉，那这边消保官这边会发函请业者提出说明，然后做妥善的处理。那同时也会付之给我们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农业局，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查处是不是有违反相关法令的地方。那如果说业者没有在时间期限内妥善处理这个案件的话，那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申请调解。那申请调解的话，就由消保官或者是调解委员来协调出一个良造可以接受的方案。国际宠物日，尊重生命，尊重生命，重视毛孩权益，重视毛孩权益。台湾新闻，郭文吉、林银庚采访报道。